后来继续来看南投仁爱乡的平静部落，一个10个月大的查某婴食迄种热狗去见着，呼吸困难吐白泡。这爸爸抱着查囝冲到派出所去发救人，值班的副所长先协助处理，随后是驶警车载到18公里外的消防队，要求救援，救回囡仔一条命。爸爸真紧张，抱10个月大的囡仔，冲要去平静部落的派出所。查某婴伫咧厝内食热狗见着，值班的派出所副所长赶紧先饲伊的胃，煞来做哈姆立克甲急救，尾后驶车再去消防队抢救。因为部落的所在较偏僻，顺着车驶到18公里外的消防队，加在查某婴经过检查，热狗已经吞落去，麦当可以好好喘气。他吃热狗，然后结果好像没有咬得很完全，然后掉下去。哈姆立克法。然后还有拍背吧，还是卡住那个眼睛都已经翻白眼。爸爸就算有用哈姆立克来甲伊急救，不过可能受紧张无效，医生嘛来教大家变怎用哈姆立克来救囡仔。固定他的颈部，这是重点。那第二个的话，我们就是要让他头朝下，肩胛骨的中间这个地方，用手掌拍5下。在胸骨下方，胃的上方这个地方打5下。10个月大的查某婴喙齿无法齐，食热狗去见着，加在经过检查无代志，互爸爸妈妈嘛放心啊。